在座各位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仔日呢，咱利用这个机会来甲各位讲一场品德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，对。品德教育是至关重要。一个人若无品德，伊是真粗俗的人。什么叫做品德？这个人有人品、有道德，伊袂歪错，心袂嚣张，袂讲不仁不义啊，袂迄个无遵守道义，安尼这个人品足低落的，对。所以咱哦爱看出这个人到底有善根无善根，伫倒遐看，是这个人本身的人品高尚，对其他人友好，知影讲做人的规矩，做人照起工，袂讲要去占人，袂讲要去贪婪，安尼自我约束。家己要求，各位，咱赞叹，这个人就是品德教育。这个教育若是基础，安尼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就是干啊，咱的条啊，咧社会上的一支大条，你若无这个条啊，伊就崩落啊，你当各位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。贪求外在是人心腐败啊，咱啊一个心拢是贪求，我要食好，我要穿好，我要带好，就对安尼。讲迄个心是真贪求啦，未满足。啊，你若贪未到的时阵，啊，你就不得手段，用尽一切办法，你就想讲要得到手，但是你违背良心嘛，明明都唔是你的，但是咱都是真残雄的对，残忍，佮真凶恶的手段，要去得这物件，违背这个做人的基础。系啊，你若贪求外在物件，咱的心就变成复杂，未单纯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心就腐败，会烂去。你绝对会败掉，会败掉原因是啥？因为你的心未清净啊。佛祖为什么行为这么有智慧？为什么伊的行为安尼这么超越？因为伊的心光明正大啊，做代志光明磊落。所以伊袂讲直直要去讲贪人安尼，直直要去讲骗人就对。你袂去贪，心真清，欲望真少，所以烦恼就减轻，烦恼减轻，伊就是戒嘛。你有持戒，你就有定力，有定智慧就成长，安尼来啊。所以咱各位，你贪求外在，你的心就会腐败，如同树根啊，中间的小烂啊，伊就已经烂去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伊道德无好啊，虽然讲看着。就参像一个人，但是伊的心唔知影遵守做人应该做的规矩，甲人讲话无守信用，时常要陷害人，各位，结果你弄死别人嘛，安尼损害家己啊，各位，伊大风你还乖啊，悲伤佫背袂出来，你无法度去负担这个悲伤，结果就倒撇，咪哦，我闪哦，你直直走哦，叫良心不安。你是走一时啦，你敢有法度走永远？这世互你走，你来世你要行伊啊，各位，你是讲哦，我怎么来闪撇，我怎么会当躲过一时？但是你错误，迄个因果，你躲过法律，但是阴间的法律你无法度撇开的对。这你一定要知影，各位，社会要稳定，怎样会当期待呢？大家社会是要爱和谐，要爱进步，经济爱起飞，大家人的中间非常的尊重，非常包容，这个社会的迄个调和之气、和谐的迄个气氛才会出来。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，我绝对袂去害你，讲话守信用，大家做代志有分寸，各位，你看看，这个社会自然就安定。但是你若是逐工拢去贪求外口，安尼逐工拢未满足就对。若是安尼，这个社会要想要稳定，你不要怎去期待啦。迄唔是要何时何日啦？社会就愈来愈混乱啦，动荡不安就对，直直了乱，未安定。各位，啊你更较好嘅人就想要抢你啊！你看嘛，这个社会变成行到这个地步，啊你唔足无好嘅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若要这个社会会当稳定，国家会当太平，每一个人家家户户，大家拢过的日子真安和乐利。你首先一定要人品的教育，咱袂使去贪人，袂使去计较人。我甘愿牺牲家己，我都要互别人快乐。安尼，你自然迄个心有迄个北长，有迄个修养，自然处处拢为别人的设想。这个社会绝对进步。啊，进步的时候，咱行去到倒遐，就感觉真满足，欢头喜面就对。唔免讲行到路边就去用抢啦，去用抬啦，吼，甲人摩擦啦，都袂这代志发生。所以你甲看，社会是不是愈来愈安稳啊？愈来愈进步，各位对不对？哦，这张是摕这个甲恁做参考，是希望讲，咱人甲人的中间的之间，我都是诚恳，用实在、很诚恳、很真诚的心，我要柔软疼痛的心，甲恁交往，我绝对袂去利用你。
我别去加害你，这都是咱做人的本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咱有寺庙的行大的出入的信徒，应都要知影，你所做的报应是什么时阵会出现，你唔知影。但是呢，你行过一个因果。这绝对跟你对调调。万物虽皆空，但是因果却不空啊！因果是未空的，所以你的心善良的吗？你以后绝对是逐渐的循规蹈矩，今后的将来，对不对？安尼，各位你家己身体健康，运道啊开通，贵人个明显，家庭真和乐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你的心柔软所造成，你的心那是恶毒枭雄，心拢是贪求未满足，欲望永远拢未停止。你这款的状况，后摆你家庭安尼真破碎啦，或者是安尼吵闹啦，大家对你的印象真不好，原因都是你家己做来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如是因甘如是果啊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，所以希望咱大家一定要知吼，阿弥陀佛。